中山有問題嘅樓盤，今日我同你哋一次性盤點清楚。打算喺中山買樓嘅朋友啊，呢一條視頻一定要睇完，可以令各位避免踩大坑。如果我冇講到嘅，或者大家想了解嘅樓盤，都可以直接打喺評論區呢度。我睇到之後啦，我都會第一時間去回答。咁第一個綦江東岸，日日打住綦江新城嘅呢個名頭去宣傳，高峰期單價賣到16000，小區周圍門口全部都係工廠同埋貼氣房，周邊冇商場、學校、商超呢啲咁嘅基礎配套，旁邊仲有一家日本人開嘅呢個化工廠，居住環境特別嘅差，住入去之後呢，通常都會受到不利嘅影響。咁第二個金鷹半山公園，呢個係供應全中山公灘最大嘅新樓，人哋嘅樓盤啦，79平方就可以做到3房，呢個小區90幾平方先可以做到2房。公灘大就已經算啦，戶型設計特別唔合理。而家市面上啊，主流都係南北對流嘅呢啲戶型，佢偏偏造成咗東西對流，採光通風都比較差，單價仲要賣到而家2萬幾，連裝修都唔贈送，性價比極低，中介都唔願意主推嘅樓盤，買呢度等於一世都為咗高額嘅公灘去埋單。咁第三個碧桂園嘅黃金時代1期仲未交樓，售樓部階段啦，業主就集體去維權，房屋施工質量差，不少業主收樓之後，全屋嘅裝修都要全部拆晒，全部重裝。妥妥嘅就係豆腐渣工程，喺火炬片區啦，買樓啦，好容易踩到呢啲咁嘅質量大坑。咁第四個富豪山莊，中山話題好高嘅呢個小區，地段本身就唔差，二手均價喺5000幾，仲要帶裝修，價錢非常之誘人。但個小區嘅內部風評好差啦，好多人入手之前一定要考量清楚嘅，不建議普通人盲目咁去入手。咁第五個火炬心中1城，中山典型嘅韭菜盤。當年開發商賣樓嘅嗰陣時，承諾心中通道通車之後，如果房價冇升到2萬蚊，就按照原價去收回呢層樓。咁而家樓價已經從16000跌到4000幾蚊啦，睇樓嘅人寥寥無幾。仲未收樓嗰陣時啦，小區嘅地面瓷磚就已經大面積嘅開裂，多年嘅維權糾紛源源不斷，早期入手嘅業主虧損極度嚴重。最後我同大家講一句真心話，喺中山買樓嘅記住一定3個核心要點，避開絕大多數嘅坑。第一，樓盤嘅品質永遠都係硬通貨，只靠概念去炒作嘅，物業水平差嘅呢啲咁嘅小區，地段再好都撐唔住佢哋呢個樓價，後期必然會大幅度嘅貶值。咁第二個，產品戶型決定咗二手樓嘅呢個流通性，戶型老舊嘅設置不合理嘅樓盤，哪怕板塊再好，都會被新樓盤去碾壓，以後都好難去轉手賣出。咁第三個，樓盤定位一定要貼合當地真實嘅購買力，脫離剛需改善嘅實際預算嘅，盲目去定高價嘅呢啲咁嘅就叫做空中樓閣，行情下行嗰陣時直接腰斬同埋降價。最後我都總結一下，買樓唔單單只睇地段以及噱頭，我哋一定要睇住佢嘅品質、戶型、樓盤定位呢3個點，先唔會高位咁去站崗。如果想唔踩坑嘅朋友，可以點返個關注，或者掃下屏幕上嘅 WhatsApp 二維碼，然之後發666俾我，我將我整理好嘅中山200幾個新樓盤嘅優缺點明細，標註清楚所有嘅重大不利因素嘅樓盤。同時仲有中山各個城區嘅板塊配套發展分析嘅呢個資料，我都可以直接發送俾你，希望可以幫到各位。我係 Michael 劉記，我哋下期見。